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日是2023年2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7节，以赛亚书58章第1节到12节，马太福音特别18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：千万唔通引人犯罪。耶稣基督捌谴责法利赛人以及经学教师来讲，恁这阵假冒伪善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要害啊！恁当着人的面，将天国的锁门关起来，家己无要去，也无要互人入去。这是马太福音23章第13节。意思就是讲，家己沉沦，搁要偷人落水。今日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8章，耶稣基督伊又搁进一步来提醒、来警告。伊讲，无论什么人，互信徒中间一个真迷信的人来离开我，不如用大魔咒来绑伫伊的颔棍顶悬，将伊淹死伫深海。这个世界究竟有互人离开我的事，是偌尼悲惨啊！安尼的事固然是会发生，但是迄造成这种代志的人特别害啊！咱听讲一句话叫做“落井拉下石”。也是讲，看到人落伫古井内底，不但无救，更往着古井内底沉着头。对基督徒的角度、信仰的角度来看，约拿就是这种意图的人。咱对规本约拿书来看，约拿被形容做意图互人无得救会通安尼讲，因为约拿认为因无够额，因未堪得，认为救恩无应该落到伫因的身上。以赛亚58章，上帝对先知安尼讲。上帝讲：“你着爱大声喊发，亲像号角遐尼响亮，毋通停止。爱向我的子民以色列宣布因的罪状。因逐工敬拜我，掠做欢喜，知影我的道路，家己掠做因的国家是持守正义，服从我的法律的国家。因要求我，互因正公正的法律，表示因真喜爱敬拜我。先知的工作职责，就是要大声来提醒得罪上帝的人，因会通知影知错悔改，来转向上帝，亲像上帝要互先知约拿做的代志共款。因为无论是尼尼微城遐的外邦认捌上帝的人，或者是遐的忘好调的犹太人，拢需要被提醒。因总是会讲以色列的人问：说使上帝无注意阮啥事都爱禁食。如果伊无看阮是安怎都爱讨苦来食，但是事实上却毋是安尼。亲像上帝佮继续来对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，上帝对因讲：恁一面禁食，一面做家己想要做的事，而且佮欺压这工人。恁的禁食会互恁佮较凶暴。直到吵闹、冤家相拍，恁掠做安尼禁食，会互我听见恁的祈祷吗？
因金正的时阵，玉太家己随途送去，亲像伫要燃起的火。恁伫地上铺满散火符，然后困伫顶头，这就是金正嘛。恁掠做我会欢喜安尼金正嘛？我所要爱的金正是解除遐的欺压、锁链甲无公正的脚正，讨帮受压迫的人，要将恁的正面分互这妖恶的人，将恁的房屋开放互无家可归的爽向人，摕衣裳互赤身裸体的人，毋通拒绝求助无门的亲人。犹太人的行为基本上是互人跋倒的，是引人犯罪。咱伫信仰追求的中间，咱毋是要来讲究什么人较大，就亲像即阵前一阵啊，那牧师讲到和会的投票，毋是咧讲究什么人会赢，是要去敲吹，要去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就爱会晓得知真心服侍的真正意义，真实的金正，真实的现制，毋是争论什么人把握着权柄，还是声音比较大的人。其实，就算是讲有权柄，声音较大声，若种无有好的影响力，无有正向的影响力，即种的人就会成做迄种负面的影响，容易引诱人去犯罪。基督徒反倒转爱回转，亲像囡仔，一个真单纯的心来追求跟对上帝。耶稣基督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除非恁滑头变成做亲像囡仔共款，恁决断袂当入去天国，成做天国的子民。当爱亲像囡仔安尼谦卑，天国就是最伟大的。为着我来接待安尼的一个囡仔，就是接待我的。我本来毋是要来迫害，咱是要来重建上帝两体两性的圣殿，伫上帝的旨意的这个基础的顶头。咱对别人是正面的影响，还是负面的影响？咱是互人的信仰、性命提升的人，还是互人信心倒退的人？咱是互人蒙恩得救，还是互人迄伫迄个水内底淹着的人？伫诗篇51篇第1节到17节，篇幅较长，请咱家己来读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帮助阮，细致阮所讲所行，不但爱成做一个有好的模样，有好见证的基督徒，无互阮成做别人真负面的影响，互人离开上帝道路，来得罪上帝。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